也若东京都地区的选举结果嘛出来啊，是由现任的小池百合子继续连任，选赢会做继续做第3任。在破声内底，日本东京都地区小池百合子徛伫竞选总部的台顶，宣布得到291万外票，得票率是42.8%，第3届成功当選都地区。東京都政を3度目お預かりするにあたりまして、私これからもしっかりと全身全霊で対応していきたいこのことを。お伝え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。小池伫选前拍出东京大改革3.0的政见，伊嘛是有名友好台湾的政治人物，互看作是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伫日本的查某囝。今年2月，伊访问台湾的时阵，捌互中国批评，反对任何甲台湾的外国官方来往。当时小池是用社区的外交甲合作来反驳中国的批评。这届东京都地区选战，候选人有56个人。小池表示，这是伊经历上无共的选战，毋但有海报公告内争议，佮受到恐吓批威胁。当然，伫个街路演讲，嘛有民众咧踢笑。也毋过，这届选举投票率超过60%，比顶一届选举佮悬5%外，嘛是1989年平成年号以来的第2悬的投票率。原本这届看作是小池对外联防的女性候选人的选战，却出现宫岛县安义高田市的前市长石丸胜二用165万8千外票摕到选战的第2悬票，比联防摕到的票数佮悬37万外票。多くの方に本当に温かい言葉と応援をいただき、そして私も思いを本当に心から訴えることができた、そういう戦いだったと思ってます。日本媒体分析，过去做安义高田市市长的时阵，石丸胜二的真会向经营网络形象，是日本地方政府频道订阅人数上悬的地方政府。这个以前是市长，外头参加东京都选战，用网络直播每一届的街路演讲，而且常常用影片甲选民分享生活，得到真侪少年世代支持。其中30岁以下选民有40%比例支持石丸胜二，伊伫40岁到59岁的选民支持率嘛赢过联。正做选战内底黑马，未来不排除会参选议员进入国会。国际新闻台是童秉益。